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4月1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50篇，耶利米書30章第1節到11節，約翰一書第3章10節到16節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上帝的兒女。聖經詩篇84篇講到着住佇上帝的殿一日，贏過佇別位住1000日。寧可佇上帝的殿中來顧門，也無願意住佇歹人的布片內底。住佇上帝的家，或者是佇上帝家來顧門，會通講攏是屬佇這個家。會記得我的媽媽佇安息進前，規冬捌聘請外籍的義工來照顧。伊會通講是比阮更較常常佇厝呢。阮若要帶我媽媽出去，也一定愛來帶伊出去。要去食飯，嘛得愛準備伊一份。雖然佇迄宴頂懸無有關係。伊毋是佇厝呢的人，但是實際的關係頂懸，伊就好若親像這個家內底的一份子。這種的關係可能嘛會使用來幫助咱了解到咱甲上帝的關係。比如講，咱因為相信就無閣再做奴僕，是正做兒女。咱就算是雇主這個頭家吼，伊無要接納，無要相信這個關係，但是常常住佇厝裡內底，除了需要被照顧的人長輩以外，就是這位義工啊。雖然伊是被請用的，事實上得叫阿嬤啦，還是叫阿公吼上親的，可能就是伊啦吼。耶穌基督教導咱的主禱文來講，阮佇天裡的爸，就是講，因為咱接受佇迄個救恩，就成做上帝的兒女。咱若逐工讀聖經，常常祈禱，就住佇上帝的家內底。耶利米先知嘛安尼講，當咱願意接受着上帝的拯救的時陣，就無閣再做奴隸，就要成做耶和華上帝家內底的人。耶利米書30章第1節到11節來講，耶和華的話臨到着耶利米講，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講。你來將我對恁所講一切的話，攏寫佇這個冊頂看。日子佇要到，我要互我的百姓以色列甲猶大受掠的人歸回。這是耶和華所講的。耶和華講，我要互因回到佇我所賞賜因祖先的地，因就要得到這個地來作業。以下是耶和華論到佇以色列甲猶大所講的話。耶和華安尼講，阮聽見着噼噼嗦的聲音，互人會驚嚇，無有平安。恁尚請來查問看覓，查甫人會生囡仔嗎？我怎樣看人攏用手咧舔藥？親像佇要生的婦人人，面攏青順順，悲哀啊！迄個日子做大，無日通比。這是雅各做牛做難的時陣，因要對患難中來得到拯救。萬軍的耶和華講，對迄日，我必定翱長你頷頸頂懸對着的腳車，扭長你的皮帶。青雲人無閣再互伊來做奴隸，因卻要侍奉耶和華因的上帝，侍奉我為着因所興起的特別王，我的僕人雅各啊，
毋通惊吓。以色列人毋通惊吓，因为我对远远的所在来拯救你，对受掠的地来拯救你的后裔。雅各必定会得到享受平静安稳，无有人会当互伊来惊吓。这是耶和华所讲的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要安怎来显明咱是上帝的儿女？除了心念相信、嘴承认以外，咱更较需要有迄个美好的生命见证。迄个见证就是彼此相听。约翰一书第3章第10节到16节，就彼此相听，这就是显明什么人是上帝的儿女，什么人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人毋惊义，毋是出自上帝；无听伊兄弟的，嘛是安尼。咱着爱彼此相听，这就是恁对起初所听到的信息。毋通亲像该阮，伊是属伫迄个邪恶的，杀家己的小弟，为什么杀伊呢？因为家己的行为是邪恶的。因弟弟的行为是正直的，兄弟啊，人若怨恨恁，毋通惊吓。咱知，咱已经出死入生，因为咱疼兄弟。迄个无疼心的，永远住伫迄个死亡中间。既然怨恨家己兄弟的，就是杀人的。恁知，既然是杀人的，无有永生住伫伊的内面。基督为着咱来舍命，因咱对安尼就知什么是疼。咱也着为着兄弟来放杀性命。对伫头前咧讲即个伊讲照顾厝里的人即个角度来看，迄个无法度转去厝里陪伴，无法度来亲自做照顾的即种的情形，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尽本分，这是真好。但是需要被提醒警醒的，就是亲像甲上帝关系共款。迄个亲子的关系是无通取代的。对伫遐的无愿意陪伴，甚至无愿意倒转去厝里的人的性命的行为，就是归属伫邪恶的。因为因不但袂晓彼此相听，更较会拒绝，或者是讲更较进一步来残害亲人，亲像该阮共款。若是一个人是得救的基督徒，伊必定会去疼其他的人，因为这是基督的特质，是基督徒的生命，更加是咱要成做上帝儿女的一个必要的条件。诗篇150篇，俄勒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！恁着爱伫上帝的圣所来俄勒伊。伫伊显开咱的强壮来学了伊，爱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来学了伊，因为伊极其伟大学了伊，爱用角声来学了伊，弹琴弹瑟来学了伊，爱弄鼓跳舞来学了伊，爱用诗弦的乐器甲箫的声音来学了伊。用大声的锣钹来学了伊，用悬声的钹来学了伊。凡若有生命的，拢着爱学了耶和华，哈利路亚！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愿意彼此来相听，用听人的心来扶持、接纳阮甲阮无共款的人，帮助阮比会通去帮助遐个比我较需要的人，帮助阮活出美好的见证，见证阮就是上帝的儿女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